fighting out of Kazakhstan. Introducing Merkan Bilyalov. 欢迎红方选手张扬。加强一下。漂亮，低扫。这个有效果啊。哎呦，这个后手拳真快啊，很硬啊。看肌肉类型是，确实这种很干硬的这种选手。他的两指重心有点低。哎呦！刚刚那一下后，又是一个后手拳，很突，擅长直接打后手。对。对，但是对方这个拳的突然性啊太高了。对，因为低扫的话，对手可能会等他。哎呦！这一下，这是后手拳远距离的上勾拳吗？这个直线，远距离的直线。应该是有个从下往上的弧线，应该是。对手这个太快了。哎呦，没想到这个动作确实太快了。张扬过去啊也是打反架，他互为反架的是吧？这个办法打过别人，打得很好。对，我们看一下。后手直拳非常快。上步你看，有个外侧的小小的弧线，对，稍微有个弧线。